諗極都諗唔到。誒，今日係4月23號世界閱讀日，不如聽下啲同學仔有咩好書推介先。大家好，我係3C 班蒙瑞傑，今日好高興可以藉住423世界閱讀日呢個機會喺度為大家分享一本好書。呢本係我好中意嘅書《澳門粵語》。粵語自古以嚟都係澳門官方且通用嘅語言。澳門雖然只係一塊彈丸之地，因為有住特殊嘅歷史背景，所以令澳門長期處於一個多語言並行嘅環境入面。呢本書就從我哋日常嘅用語、官方嘅用詞，到我哋日常嘅生活方式，仔細地介紹咗咩叫做粵語。呢本書從語言、文化、日常嘅用詞，再到環境變遷等多個方面，介紹時代澳門獨有嘅粵語體系，讓世界認識澳門，讓我哋認識自己嘅家園。如果各位對呢本書有興趣嘅話，歡迎嚟到我哋嘅圖書館借閱澳門粵語。咁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結束，多謝大家。大家好，我係嚟自初三 C 班嘅潘婉琪。藉住423世界閱讀日，我想喺呢度為大家推薦一本書。呢本書嘅書名叫做《長安的荔枝》，作者係馬伯庸。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咁呢本書嘅主要內容就係講緊唐朝天寶年間，一個荔枝使李德善受唐玄宗嘅命令，從嶺南運送新鮮荔枝到長安，為咗博楊貴妃一笑。咁佢途中經歷咗好多困難，排除萬難，最終完成任務。呢本書可以令我哋以荔枝呢個水果作為切入點嚟了解唐朝嘅歷史同埋文化，仲有嶺南嘅風土人情。如果對歷史同埋文學有興趣嘅同學，就歡迎到圖書館借呢本書啦。多謝大家。大家好，我係嚟自初三 E 班嘅黃心柔。我今日為大家分享嘅好書係《傲慢與偏見》，佢係嚟自英國嘅著名女小説家簡奧斯丁所著。故事就係講咗一個富家子弟男主角同埋一個中產階級嘅女主角之間邂逅嘅愛情故事。但係講係愛情故事，雙方喺見到第一次嘅時候就產生咗好大嘅誤會同埋矛盾，原因就係因為傲慢同埋偏見。最後佢哋雙雙化解咗矛盾，表達咗對方嘅心意，於是就喺埋咗一齊嘅故事。我睇完呢本書之後，我就明白到一段感情之中，利益同埋權利絕對唔係衡量嘅標準，而互相嘅包容同埋理解先係發展嘅關鍵。如果你係一名言情小説嘅愛好者，我相信你睇完《傲慢與偏見》之後，一定會對愛情有啲新嘅認知。如果你根本未睇過愛情小説，咁我更要推介你去睇《傲慢與偏見》。當你睇完《傲慢與偏見》之後，佢一定會同你樹立一個全新嘅愛情價值觀。我嘅分享到呢度，多謝大家。我是3C班的陳依琳，我今天是要來分享一本書。在我們當代生活中，我們都是有着濃濃的好奇心，我們會喜歡聽八卦、看聊天記錄等等。而在這本書裏，作者用一個群聊的方式，把歷史上422位的皇帝聚集在一個群聊裏面，讓我們看到如果他們聚集在一起，他們會聊什麼？是會聊朝廷的替換，還是國庫虧盈，還是政績等？更多的體現了歷史和現代的交融。喜歡看歷史的人，既能在這本書裏看到各個朝代的興衰和歷史大事，又能在趣味中形成對歷史有着脈絡性的梳理。這本書的皇帝畫像也是一種漫畫風格，讓我們可以看到這本書更加的生動有趣。總的來說，這本書是一本很好的科普性書本，你們可以在圖書館也可以找到這本書。謝謝大家。聽完同學仔啲分享，真係即刻有晒啲靈感。好想借佢哋手上本書嚟睇。同學們，雖然世界閱讀日淨係得1日，但係閱讀係365日嘅日常。願我們始終保持對於知識嘅渴求和對於世界好奇。